AI 時代最大嘅機會，其實唔係叫你去開一間 AI 公司嘅，而係點樣利用 AI 技術去幫傳統行業大翻身。創業有幾個方向，第一係應用層，即係用現成 AI 解決特定問題，例如用 AI 幫律師睇合約，或者幫農夫檢查農作物有冇生病。第二係工具層，即係整啲工具出嚟，幫其他人更方便咁用 AI。第三係模型層，呢個需要好多錢同埋技術，唔太適合普通人做。其實最有價值嘅機會，往往收埋喺啲平時冇人留意嘅垂直領域入邊，好似物業管理助手、寵物醫生診斷或者餐廳排更嘅 AI 系統咁。記住，關鍵唔係你啲技術有幾勁，而係你夠唔夠了解客戶嘅痛點。所以 AI 時代嘅創業公式就係你對行業嘅知識，加埋 AI 嘅能力，再加埋良好嘅用戶體驗，咁就係一個完美嘅配搭啦。記住，由最簡單嘅最小可行產品開始試，快啲發掘你嘅創業點子啦！